經費係幾何級數咁上，天文數字。一個盲人啊，一個盲人律師陳光誠，有百幾條友圍住條村嚟看住佢。陳光誠依然佢都仲係話愛國，佢一直都係想留喺中國，但係到最後真係迫不得已要逃離自己屋企。最搞笑、最荒謬嘅就係、今時今日全中國最安全嘅地方係咩啊？啱啱阿哥講得啱嘅就係美國佬嘅地方。居然一受驚害怕嘅時候，第一時間就要諗，大佬，我都要走去美國領事館避一避啦。跟住再睇下可唔可以搭到阿希拉里架順風機咁樣去美國。點解我哋個中國，我哋一強國崛起，我哋中國嘅人民一受驚一害怕嘅時候，就要即刻揾美國佬咧？就係因為佢驚就係驚共產黨。